哦，道中优秀青年呐、哦，资讯工程研究所毕业，然后在新竹的资讯工厂做那个软体研究工程。请问 APP 很多手机都用 APP 程式啊。对。APP 程式。对。大概那个简单的原理是什么？简单的原理。我们这个道场的有位青年简单的原理。很厉害，高手。就看什么要什么应用啊？那设计一个小程式啊。APP 有很多种应用啊，像软体通讯比较多啊。对呀。游戏类、益智游戏类，然后还有读书很多样。对。你看连警察都用到了呢。对啊。警察单位都用到 APP 呢，可以做帮忙保护，做帮忙保护的工作呢。对啊。好棒哦 ！APP 还可以用照顾家庭呢，照顾小朋友，照顾老人呢。那些都是应用啊。APP 啊还可以做手电筒呢，超级手电筒呢。好棒，还可以搜寻啊，可以看气候的地。好多谢谢。有没有直播的？直播的用 APP 有没有？还没不知道。有啊。也有谢谢感恩啊